天糗货来了，当时看到一个盘子，它下次有个拍卖，盘子是康熙画法，但好像我在网上看它不对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看看大气康熙，这种青花一般都没有款，有款的都不对。这一群可以，这一堆小吊件挺不错的，回来细细看一下，应该可以的。这一群小吊件也很不错，它是在这个标签的面积。我看看这个小木器挺好的，这个我看一下，可能像个出口创汇的，那还带那个，跟他们那个小玉挺好。出口创汇的是玉还可以，这几块玉不知道，什么红木，可以，这块玉可以，这块玉可以。